當病痛突如其來，人生突然失晒方向，我哋好自然會想捉住任何救命草。我哋會緊張地睇醫生、食藥，甚至試唔同嘅坊間療法。呢啲方法當然有幫助，但當我哋感到束手無策，甚至絕望嗰陣，我哋真正嘅盼望又喺邊度呢？就好似列王紀下第1章3節裏面，神曾經透過使者問道：難道係因為以色列中冇神嗎？你哋點解要去求問以革倫嘅神巴力西卜呢？呢句振聾發聵嘅話，喺我哋今日嘅生活入面，又點樣敲醒我哋嘅心呢？面對生命中嘅高山低谷，我哋真正求問嘅，又係邊一位呢？親愛嘅朋友，神嘅愛同他嘅力量，從來都冇離開過我哋。無論病痛幾咁沉重，心靈幾咁疲憊，只要我哋願意謙卑地轉向他，將所有嘅重擔交俾愛我哋嘅天父，你就會發現一份超乎你想象嘅平安同醫治。願我哋喺生命嘅每一個層面，都選擇信靠同仰望呢位獨一真神。